大家好，我係原子。早前我收到一封匿名電郵，揭開一個東區醫院不為人知嘅黑幕。當中一個言語治療部經理唔尋常嘅簽名，竟然可能涉及危害病人健康同埋違規嘅利益問題，但就被高層公然包庇。本集我親自訪問咗一班決心公開事件嘅前線人員。其實唔止一個同事因為佢有情緒病，有好多同事都搞到夜晚瞓唔到覺。跟住院長又話啦，就算你投訴去俾李家超，最後都係俾我處理。而家就為大家揭開呢件事件嘅來龍去脈。位於柴灣嘅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喺1993年成立，多年嚟為港島東嘅市民提供醫療服務。而本集嘅焦點就係東區醫院言語治療部。呢個部門大約有20個職員，同事日常工作忙碌，盡力幫助病人康復，工作安排一直都有條理。直到2020年，原本嘅部門經理退咗休，當時一個由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調嚟嘅中年顏姓女主管，就接任咗東區醫院言語治療部門經理一職。前線同事原本以為新經理嘅來臨只係屬於正常嘅人事變動，唔影響部門嘅運作。但點知呢個部門好快就陷入混亂嘅工作環境之中。其實我哋言語治療師嘅工作，除咗係處理病人一啲溝通說話問題之外，咁另一樣好重要嘅職責就係要處理佢哋嘅吞嚥問題。由中風、帕金遜症、腦部創傷、年齡增長嘅自然退化，到頭頸部癌症嘅放射治療同埋手術，都可能導致吞嚥功能方面出現嚴重嘅障礙。而吞嚥功能障礙嘅後果極為嚴重，唔單止會導致營養不良同埋脫水，若果食物或者液體誤入氣管，即係俗稱落錯格，可能會引致吸入性肺炎，對免疫力低嘅病人尤其嚴重。而食物卡住呼吸道，甚至會窒息致命。所以言語治療師必須要掌握病人口腔同埋咽喉嘅精準狀況，提供最專業嘅診斷同埋及時治療，係刻不容緩嘅醫療服務。咁一般人可能對呢方面冇太大嘅認知啦，咁所以我哋係有責任將一啲正確嘅知識咁去教翻俾病人同埋佢哋嘅家屬嘅。不過前線同事向我透露，女經理經常無緣無故咁單方面更改病人嘅覆診期，例如本來每個月一次嘅覆診，就大幅延長到4個月一次，甚至可能會取消大量病人門診嘅覆診安排。問題就係有啲病人嘅情況係真係好急嘅，可能佢哋係有啲退化疾病，咁我哋亦都觀察到佢哋吞嚥嘅情況似乎轉差，咁我哋就好希望佢哋可以盡快過嚟覆診，唔想佢哋有危險。咁但係啦，因為經理削減咗啲診期，咁呢啲咁急嘅病人呢，就要被迫咁押後覆診，咁增加咗佢哋嘅危險。同埋有啲病人咧，其實本身係進步緊嘅，可能係原本要插喉，但係慢慢開始食到少少流質食物，或者係飲到啲水。咁我哋都好希望佢哋可以盡快甩咗條喉，重新用翻個口嚟去食嘢。咁我哋都好希望佢哋可以過嚟覆診啦。咁但係都係因為經理大量咁削減診期，咁我哋根本就冇辦法安排佢哋嚟覆診。文員喺女經理嘅指示下，打電話通知病人同埋家屬更改覆診期嘅壞消息，而有部分家屬得知到改期之後表示不滿。然之後佢就會叫支援組別嘅同事打電話俾病人或者家屬通知佢哋改期覆診。咁好多時候病人或者家屬收到電話知道要改期嘅時候，都會有些少微言嘅，因為有時原本1-2個星期之後就覆診，咁但係一下子就改到4個月之後，甚至有病人其實都俾佢調期2-3次。女經理會態度惡劣咁要求職員喺同家屬嘅電話入邊，以不實嘅理由，例如部門冇人手嚟應付家屬嘅質疑。之後我哋改完晒人哋啲期啦，就要喺電腦裏面去到打話係病人自己改期，其實全部嘢都係夾硬屈人。前線同事指出，除非病人有搬遷證明或者有醫生轉介，否則病人唔可以自行申請調到其他醫院治療，所以病人只能夠硬食改期安排。我哋同事普遍都係覺得呢個情況係唔理想嘅。咁我哋試過主動同阿經理反映個難處，咁但係事實上每次同佢溝通完呢，大家都係會俾佢教訓一番嘅。之前試過有同事好努力咁爭取啦，但係經理就會鬧佢，同佢講話：你唔識得點樣應對嘅話，你
過嚟揾我教你點樣同人交代。同事都好心痛㗎，因為大家都好想幫到啲病人。唔通我哋真係每次睇一個症都走去求老細開期，俾人哋返嚟覆診咩？除咗胡亂更改病人覆診期，負責管理人手嘅女經理又對下屬嘅工作量要求缺乏具體標準，但佢不時又會突然發難，大聲斥責下屬嘅診治數字唔達標。佢啲行政管理都幾混亂㗎。同事問親佢目標要做幾多症，佢會話俾你聽，佢從來都唔會叫人哋跑數。不過去到財政年度尾要交數嘅時，佢就會突然間去到大爆啲同事，話人哋條數俾唔對，鬧到人哋狗血淋頭，要人哋做翻條數俾佢。到你知道佢目標嘅時候，你可能得翻1個月時間去做，邊處做得切啫？佢自己就唔幫手睇症，有時叫你 book 翻25個 case 翻嚟，然之後我哋就 book 啦，book 下過咗幾日，佢又會突然之間同你講：你做乜約咁多啊？跟住又話我哋冇管理好個 counter 啦。講真啦，其實佢從來都唔覺得係自己問題嚟嘅。有職員長期處於高壓環境下出現情緒問題，需要食藥先至勉強能夠返工。其實唔止一個同事因為佢有情緒病，有好多同事都搞到夜晚瞓唔到覺。自嗰個女經理上任以嚟，東區醫院言語治療部持續出現嚴重嘅人手流失問題。9個資深同事喺女經理上任冇幾耐就辭職，而2024年8月至到2025年1月，短短半年內，已有5個新同事離職。但經理喺部門會議上公開將人員流失嘅責任推卸俾新同事，批評佢哋能力不足、唔捱得苦、實習時間唔夠，又唔驚失業，仲威脅唔會通過試用期。完全迴避咗自身嘅領導問題。講真啦，要服侍佢真係好困難。佢好唔尊重同事，試過開大會嘅時候奚落一啲同事，例如話啲新人係負數啊，因為佢哋經常要揾啲有經驗嘅同事睇住佢哋。然之後又話揸住輕公子嘅同事係負數，完完全全喺精神上面去到欺凌我哋啲同事。試過見到佢哋落返嚟，成個一個二個謝晒。問佢哋發生咩事啦？佢哋話經理突然之間 stop 佢哋做嘢，喝停晒，然之後就嘈佢哋話呢樣做得唔啱，嗰樣唔着，然之後仲要話埋唔俾佢哋過試用期。後嚟前線同事更加發現一個唔尋常嘅現象，令佢哋冇辦法再啞忍落去。SHS 係醫管局喺2007年設立嘅特別薪金計劃。目的係提供額外加班收入，行內人俗稱為賣鐘。醫管局喺有限嘅人手情況下，鼓勵同事延長工作時間，舒緩公立醫院嘅壓力。而喺唔同嘅公立醫院部門 ，SHS 計劃都各有特定嘅申請限額同埋條件。前線同事察覺到嗰個女經理極少參與病房或者門診嘅臨床工作，大部分時間都留喺辦公室，但就經常咁超時做嘢，參與 SHS 加班收入計劃。呢啲行為令部分嘅同事覺得事有蹊蹺。其實經理睇症嘅數字呢係嚴重偏低嘅，佢通常呢都係坐喺自己間房度對住個電腦，唔知做緊乜。有時呢連續幾日都冇出過嚟睇過症，就算有症睇啦，做2、3個又匿翻入房度繼續對住部電腦。佢有5個症一日呢已經好叻噶啦。門診呢通常就每個月約1、2個俾自己啦，最叻嘅時候見過佢1個月有5個門診症咯。其實我哋都知道其他聯網嘅經理一般平均每日都有8個症，佢1個星期都唔知有冇8個症。除此之外，同事以言語治療部嘅人手編制同埋門診預約數目做咗對比，佢哋懷疑由2024年12月至到2025年5月期間，女經理刻意將街症覆診期取消或者延後，從而累積需要處理嘅個案。然後女經理再以個案積壓、情況緊急為理由，名正言順將嗰啲本應該喺正常工作時間處理嘅個案，預留喺加班時間先至進行臨床診症。加上女經理平時臨床應診數目極低，但就能夠喺加班期間1個鐘頭應診幾個病人嘅高效率。呢個舉動都令人質疑有人全心拖延同埋漠視病人康復嘅關鍵時期，刻意製造出加班嘅收入。另外，局方喺制定 SHS 加班收入計劃嘅時候，為咗避免利益衝突，表明參與計劃嘅人唔能夠批核自己嘅申請，參與嘅人亦唔能夠負責篩選其他同事參與計劃。
不過由前線同事提供俾我嘅部門 SHS 表格記錄可以睇到，女經理多次自行簽署批核自己相關嘅加班記錄。而根據更新至2024年4月醫管局管理職系薪級表 HMPS， 言語治療部女經理職位嘅薪酬點介乎於9至到19，即係8萬幾至到接近12萬，同時加上2項額外津貼，包括每個月大約2500蚊嘅工作津貼，同埋每個月底薪嘅 16.5% 現金津貼。就前線同事提供有關 SHS 嘅文件，我哋可以睇到，若果以管理級人員薪酬參與 SHS 加班收入計劃嘅話，係需要由最高級嘅醫管局行政總裁批准先至可以申請。所以女經理自行簽署批核自己加班嘅行為，極可能違反咗程序規定。首先，我哋從來未見過有管理人員參與 SHS 嘅。同啲前輩傾開偈，有人話：梗係啦，經理做 SHS 好大鑊㗎，係要行政總裁批准㗎。咁所以我哋覺得佢一定唔會做㗎啦。不過有一日，突然間知道佢加咗班，之後就聽到有啲同事話，先前報咗某啲日子，不過臨門一腳，佢經理取消咗。最後俾大家發現，原來佢自己加咗班，可以攞津貼。經理有權揀日子加班，有權調動加班嘅鐘數，仲有權調動平日嘅工作人手。同事要加班，都一定要佢批准。而家仲發現佢有權批准自己開工加班，即係話神有佢，鬼有佢啦。最搞笑係佢冇被記過喎，事後照樣喺報名表上面加插自己落去，仲喺旁邊簽名確認自己加班。眼見事態嚴重，有前線職員唔再沉默，決定挺身而出。喺忍無可忍嘅情況下，有言語治療部嘅同事喺2025年4月至到8月期間，將啱啱提及嘅疑似違規情況以匿名投訴方式上報至醫管局。後嚟喺8月底，醫管局對匿名投訴作出回應，指東區醫院將會進行內部調查。到咗9月8日，東區醫院以改善部門溝通為理由，召開咗言語治療部門會議。出席者包括咗港島東醫院聯網總監及東區醫院行政總裁蘇潔瑩醫生、涉事嘅女經理直屬上司同埋人力資源部門高層。但呢場由高層主導嘅會議就冇直接回應言語治療部員工投訴嘅具體內容，只係輕描淡寫咁表示接到投訴，想了解部門運作。最後成個會議只有醫院行政總監、人力資源部門高層同埋女經理輪流發言。當中女經理亦親口承認自己有份參與 SHS 加班收入計劃，不過高層就表示冇發現部門有人出現工作問題。而言語治療部同事又唔敢貿然當場提出對女經理嘅質疑，驚暴露咗各位匿名投訴人嘅身份，日後會被針對。嗰日開完會之後呢，同事都係好嬲㗎，都係覺得浪費晒大家嘅時間，因為佢哋由始至終從來都唔肯透露投訴嘅內容係乜，佢哋淨係一味喺度講話收到投訴，又會講醫管局一向都唔會處理匿名投訴。跟住院長又話啦，就算你投訴去俾李家超，最後都係俾我處理。同埋嗰日經理就坐喺現場嘅，呢個時候仲邊會有人夠膽提出質疑呢？大家嘅感覺就係院長想同大家講，佢好嬲，高層都好嬲，咁大家唔好再搞事啦。今日開完會呢件事就到此為止。醫管局成日開口埋口都話有安全嘅渠道俾員工去發聲，咁但係我哋同事嘅感受就係佢哋想捉鬼咯，想揾吹哨人出嚟處置咯。前線同事又透露，醫管局主席喺接受訪問嘅時候曾經應承，無論實名定係匿名舉報，局方都一定會處理。但同事就覺得事實唔係咁。喺會議結束之後，出席嘅同事曾經將當日嘅會議筆錄交咗俾醫管局主席范鴻齡、行政總裁李夏茵、行政委員會同埋審計及風險管理委員會，但都係冇得到任何回覆。最終投訴事件無疾而終。前線同事向我提到一宗喺2025年7月被公開嘅中大醫院醜聞。喺呢件事入邊，中大醫院發現有2個部門主管工作量同埋薪酬異常，於是向執法部門舉報，亦按勞工法例解僱2個涉事人士。相反，今次東區醫院經理疑似違規事件完全冇得到高層嘅正視同埋認真調查，處理手法有明顯嘅差異。前線同事特別指出，醫管局近嚟需要節約開支，
將會喺2026年向市民增加醫療服務收費。佢認為醫管局雖然面臨財政壓力，但就唔願意調查一啲疑似濫用公帑嘅行為，令一眾前線嘅同事覺得失望。有咩睇法？我哋就梗係嬲啦！佢每個月就超過10萬蚊人工一個月，佢呢筆錢足夠請3個新人翻嚟。呢一班人睇啲低風險嘅症，已經幫到公眾，幫輕到前線嘅同事。但係佢做過啲咩呢？佢翻嚟就日日喺度指手篤腳，喺度鬧人。其實醫管局而家咩環境，大家都好清楚啦。你睇下殮房費嗰單嘢，搞到滿城風雨 ，Facebook、電台、電視日日都鬧爆，咁你就知道我哋嘅財政狀況有幾差。但係向大眾開刀，醫管局嘅大刀闊斧；向經理呢一類人，佢就從善如流。試問你點樣唔嬲？喺溝通嘅過程入邊，前線同事向我透露，佢哋曾經向傳統媒體求助。其實我哋有向過傳統嘅傳媒求助㗎，不過呢啲傳媒覺得件事唔夠爆，佢哋要嘅爆係要呃得啲錢夠多。但係其實呢件事係公眾利益咯，而唔係呃得錢多、呃得錢少嘅問題咯。但係佢哋唔睇呢樣嘢咯，我哋都覺得好無可奈何，亦都用咗好多方法想去公開呢件事，所以我哋到最後決定揾原子幫手，希望佢能夠公開呢件事，公開個真相俾大家知。一班前線同事冒住風險多次匿名投訴。佢哋唯一嘅希望係部門同埋當局能夠真正保障病人嘅權益，同埋更公平咁運用公帑。到底醫管局同埋東區醫院會唔會再展開一場公正徹底嘅調查，俾員工同埋病人一個交代呢？抑或選擇漠視公帑濫用同埋病人健康嘅風險，令部門運作繼續陷入混亂之中呢？